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现代人啊，已经拢知影地球表面的水啊，会用无同的形体进行循环啊。总是大家敢知影？离即马差不多100年前啊，咱台湾都有一个真出名的知识分子啊，伫伊的册里写到这件代志咧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啊？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水循环的故事，和这份台湾真特别的文献啊。顺续来看相关的台语词安怎讲？山顶的水是对倒位来？水流去大海以后，佮走去倒位咧？这个问题啊，就亲像迄人对倒位来，要对倒位去的问题共款，互古早的人啊真困扰啊。上早对相关的问题提出具体看法的啊，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普拉董啦。普拉董是外语的音译，华语啊翻译做柏拉图啦。普拉董认为地球表面的水啊是循环使用的啦。伊讲陆地顶面的水是对悬的所在啊，就是山顶往低的所在流落来啊，连尾手啊直流去海底啦。总是啊，因为迄时科学的进展无够啊，所以普拉董啊，伊嘛无法度解释讲啊，是安怎海水啊，最后会阁变做悬山的水啊。所以啊，伊就要讲啊，伫迄真深的地下有一个大大的空间啦，叫做塔塔鲁斯。塔塔鲁斯这个空间啊，连接海洋和悬山的下面啊，当啊。面顶的水一直流落来啦，这塔特鲁斯的压力会渐渐变大啦，水就会因为压力啊，所喷去你山顶啦，佮顶变做是山顶的水，佮流落来。但这个想法啦，以现代眼光来看，当然是唔对啦。总是对遮咱会当知影讲啊，普拉董迄时啊，就已经有水循环的概念咯。连尾手啊，因为科学的发展。大家即马已经完全了解水是安怎循环的啦，所以啊，伫1925年啊，就是离即阵差不多100年前啊，有一位影响台湾真大的知识分子啊，蔡培慧先生啊，伊有出版一本叫做《10项关键的册》。这本册内面就有一段是咧讲水循环的过程啊。当这段文章的一开始，蔡培慧先生啊，先提出问题。伊讲啊，溪水是对山顶流落来，一头流对海里去啊。请想看，溪水若是一去无回头，山顶啊，怎样有遐济水不时的流袂了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这个问题是不是和咱头前讲的普拉董要问的完全同款呢？总是啊，问题是同款，答案已经无同咯。蔡培慧先生说落来讲啊，溪水流到海面的中间啊，就受日头曝烧啊，对安呢，水就变做水烟啊，呛上天顶去啊。水烟啊，伫天顶见着冷风啊，就搁变成水啊，加流对山顶地面来啊。这就是叫做雨啊。所以啊，通知影溪水是对山顶流落海，总是到海会阁呛上山，是安尼循环咧转啊。恁讲100年前的蔡培慧先生，是毋是甲水循环的概念解说甲真清楚咧？虽望安尼啊，总是蔡培慧先生啊，伊关心的是社会议题啊，并毋是纯学术的探讨啊。所以伫伊文章的最后讲啊，水着行流啊，着变换才袂臭啊。世间万项也着爱改旧换新啊，才会有进步。对这，咱就会当发现。蔡培慧先生啊，佮对自然环境啊，讲倒来社会革新的重要咯。毋则，伊和幼稚共同创立啊台湾文化协会啊，要建立咱台湾民众新的文化观念。伊甲家己种种的理念啊，伫这本
10项关键内面啊，写甲清清楚楚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台湾有今仔日的发展，是一代一代先辈啊，辛辛苦苦立积起来，咱得爱好好来珍惜啊，创造后一代更较好的未来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甲时间交等好主播。